继续来看高雄有网友甲影片传起伫网络，是一个坐轮椅的朋友要过大路，因为斑马线有窟啦，结果轮椅的前轮去卡掉咧，规个人向头前趴落。高雄人看到这个影片真愤怒，痛骂高雄的路崎崎岖岖，真无平。咱华视的记者回到现场，住伫迄块地仔的居民讲，因遐的周边的路段真危险，进前嘛有囡仔跌倒受伤。高雄市工务局一透早就派人甲这个窟仔保护平，讲最近就会甲这个路面甲抠掉，过来铺新路。画面中一个新庄民众正要过斑马线，到一半时，向脸啊卡条咧，规人劈落涂骹，伊双手挺条咧，想要爬起来。热心的民众看了后，赶紧来斗相共，扶坐轮椅。坑足济坑的，伊也陷落去坑就倒。对，进前就弄小朋友就靠倒，伊这是大人。这个所在是伫高雄市维和平路口，透早工务局人来这里修理路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这路段拢无平，进前就囡仔受伤。有民众讲，伊捌伫高雄骑车，因为路无平，累惨的经验。我都捌看的，要转弯，涂骹伤力，无报道。网友将画面抛上网络，引起讨论。有人讲，这个路面咧坎坎坷坷，有的路补甲月球的表面拢比遐路较平。有人讲，伫去边仔福兴路，乌头仔伫骑到零件强要散了了，来到现场发现讲机车都确实会影响行车的品质。这个部分的路面会比较脆弱，容易因为车辆的重车碾压，然后雨水的侵袭造成一些破坏。都江处表示讲，市为和平路这边因为有真侪工程的单位伫施工，即使路面品质无好，会加强派人去巡查。最近嘛会评估要将这个旧的路面进行维修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